那咱台湾的关税会向扣偌济？美国是还未公布，外界拢关心咱港有法度跌伫咧20%以下。虽讲目前是还咧谈判，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讲台湾要买美国的天然气，正做关税谈判的本钱。 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才表示，也未公布关税国家拢爱付15%到20%的关税。不过，外界咧预期，剩的国家拢是这号税率的区间。川普所宣布，墨西哥甲欧盟拢被扣30%的关税，这也让台湾关税税率佫引起关注。 台湾是不是会被进一步的再加上去？我想这个可能性当然是相当高的。如果关税真的拉到25%以上的话，这个会不会对我们国内产业产生影响？我想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产业，它的毛利率比较低的，一定会受到冲击，那也会有无薪假的可能。 针对台美关税谈判，行政院12日发声明指出，台美关税谈判已经伫美东时间这个月初8进行第3摆实体会晤。台美关税谈判还在进行当中，进入关键阶段，已经初步约定21摆实体参详时间。双方拢表示希望应伫8月初1日期限进前完成协议，到时阵会有最后结果。不过，根据路透社报道，中油咧讨论收购美国页岩气，除了因确保台湾经济所需要的天然气用性，也希望因让台湾得到更加多政治条件。 中油不予评论了。我们一直以来就持续多元布局，要针对天然气气源去确保美国的页岩气的品质本来优良，一直以来是我们重要的目标矿区。这几年来都持续有在评估。中油回应无排除任何前景合作选项，会照实际评估结果，也个能源政策新面建议。不过台湾关税是不是讲出好的结果，依然爱等美国总统川普宣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